開車。開咗啦，開車。嗱，我俾廿幾蚊，牛巴啦，唔該幫我過過啊。總之黐個98D啦，總之黐個5060邊。有巴由香港 HK2，我下次帶張63貓出嚟先。哇！好玩。超開心 HK2 乘坐九巴遊香港 HK2 星際漫遊，我們將於從遊覽香港兩座邊境通道口、昂船洲大橋和青馬大橋。咩電話啊？回港時，iPhone 聽啊？唔係啊，邊個嘅手機跌咗？幫佢黐翻啊！手機跌咗啊！幫佢黐翻啦！邊個拎到相？我咪擺喺下邊啲位啊，移翻個位俾佢啦。你嗰個位邊度黐到啫？巴士行走時也請不要在上層站立。現在，請看後面的路啊！我喺上層站立緊個位。介紹，邊度呢部機咧？呢部機喺邊度？呢部機嗰個主人喺後面坐緊。哇！呢架車嘅聲好正。On the weekend trip, you can admire the historic buildings of former Yamate Police St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authentic local culture of cultural market. 上面條片夠唔該晒。 Please do not leave or stand inside the bus and remember to take pictures of the bus information. We will start at Hulu, please sit back, relax. 再貼多香港影出嚟。While we continue, breathtaking, 歡迎各位乘搭九巴遊香港，係漫遊，同我哋一齊遊覽香港兩座標誌性嘅大橋——昂船洲大橋同青馬大橋。平時我哋可以睇到舊油麻地攞埋呢架嘢出嚟就正。哇！呢個咩嚟？係車啊！為咗閣下嘅安全，請緊記沿途唔好遵守或勿閃身出車外，行車時亦切勿喺上層站立。呢度有個位幫將佢嘅手機放。路風景，都係彎㗎個位。一齊喺我都要放喺呢度啊！哇，飛咩咧？我想問你哋。要開走啊！呢部。哇！8號喎，呢有車嚟喎。要體驗香港中西共融的文化氣息，一定要到有啲裡面的 M 間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分別展出世界各地。你接咗你條友仔！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fusion of East and West in Hong Kong， 喂，邊個？謝車佢有個人嘅手機成日跌啊！借啲煲踢幫我佢踢啊！我嗰啲得個啲嘅啫。邊個個手機反光㗎？反到白晒嘅！影到啊！邊個個手機又反晒嘅？影到啊！佢要。跟住再一個手機就。我搞錯啊！前面架車咁先反啊！中心。幫我睇住，如果如果佢會全部㗎。喂邊個嘅？屙屎點啊？下一站係柯士敦道戲曲中心。真係飛到我就唔知啦。佢係飛站乜笨？當你飛到以後，因你手航攞一部關於 HK2 航攞部馬面就最正啊！哦，柯士敦唔夠，連都不贏啊！九巴總部，九巴總部喺荔枝角嗰度啊！嗰條寫到九巴總部啊！咩啊？今日
咪知個廠先玩完嚟，39M 大班人問你查身份證。我聽到前車喺度叫啊，前車喺度叫啊，鳩叫啊，好鳩叫啦，小朋友。Reflects the evolving nature of the art of Chinese opera. Here, audiences can enjoy high quality. 喂，差啲啲追頭啦喎！喂，hello，點解？你好啊！只係由手中Brandon 唔好親菜。時代感嘅新形象。我睇邊啲嘢喺度啊！睇到大東南北嘅景色列陳俊傑，衝啦！衝啦！喂！真係唔好啊！架車喐緊啊，成隻手扯咗。話前面黐嘅仲厲害喎。唔緊要，前面黐下仲厲害啊嘛，正常啊。後面都有人黐。4304可能我車啊，4304可能我車啊，我知前面嗰三嗰個人我車嚟㗎。聽下你同佢坐啊。唔啱。天際漫遊。哇！呢度有架寶馬古董車。哇！好玩喎，可惜拎唔到嗰啲葉。因為我掹一超過車，超唔到啊！車手，車手或者超佢啦，唔該。喂，邊個嘅甩咗啊？甩咗就好，反正有邊個。下一站係廣東道港灣酒店。好玩喎，隨風漂流。仲係隨風漂流啊！哇！隨風漂流，哇！靚呢樣勁！勁犀利㗎，隨漂流啊！哇！呢一排電話我全部都要買去華強北。超車！全部買去華強北。超唔到你有警察喺度，超到啦！唉，超車！警察啊！佢埋站啊喂！超啊！喂，你唔好埋站啊！唔好埋啊！超唔好埋站啊！超咗你哋啊嘛！如果真係有一個上去車，哦，有警察喺度。座位喎，佢可以坐下層咧。你係咪舉中指啊？唔緊要，我咪有個10人嗰個。咦，等陣一陣揸唔揸去尖沙咀碼頭啊？超啊！而家唔得。哇，冇位坐。後面就得，前面唔得。呢邊冇機啊！我竟然啱啱做咗個違背總中嘅事啊！後邊都冇啊！廣東道、北京道。The next stop is Stanton Road, Eaton Road。佢哋嗰部車肯定咁。下一站一定嘈死啊！佢哋。北京道。唉，前面嗰啲嘢遮晒佢塊面。在這個站旁邊的1881。尖沙咀碼頭。喂，你拍乜嘢啊？你拍你老豆。你影你老豆。佢影人啊！你係咪搭全程啊？Oh my god！我有啲驚我部機。哇！搞錯啊！喂啊！哇！一碌乜就唔得咩嚟
喎，之後我覺得一綠燈就紅我要燈。學陽光群島寫直接超車。咁衰好彩呢個紅綠燈都唔係好快啫，都唔係好慢啫。快啲，超速燈，超到啦！綠燈，走！咁我哋要做一樣嘢，咁樣都可以做。超到啊！我呢架死人麵包車，既然超唔到車，咁超到啦！超到！你而家係咪陽光群島啊？做乜嘢啊？呢架私家車，我鳩佢啊！呢架車做乜嘢啊？上一步聽。有冇咁衰啊？哇！有人綠燈。我唔使着衫唔到。綠燈，嗱唔使講，肯定有埋站㗎啦，頂你！綠燈，一陣都見行西隧。綠燈，超動，你唔介意啊？我啊，你唔介意啊嘛？用你咁多煲踢，你唔介意啊？用多少少咯。啊？綠燈，我想阿 Sir 啊，阿 Sir，我等陣前面我叫啊！超車！廣東道，喂，九灣直拳衝出馬路，喂，警察衝出馬路，警察衝出馬路，嗰個擺明係九個人。超車啦！呢啲兩個好似兩兄弟啊！你乜嘢啊？超車啦，唔該。你乜嘢啊？你乜嘢啊？傻逼，傻虎！你乜嘢啊？狗叫啊！佢喺度，喺度飲乜嘢啊？啱啱蔡振熙小朋友飲乜嘢啊？邊個蔡振熙啊？蔡振熙啊！啱啱好正小朋友，蔡振熙小朋友，章魚蛋小朋友，蔡振熙小朋友，啱啱喺隧道，章魚蛋，蔡振熙小朋友，啱啱出隧道嗰陣小朋友，啱啱出隧道嗰陣時咧，已經可以超到㗎啦，超到啊！蔡振熙小朋友，請你送低部電話，我有個紅色嘅 MMC 應該係做 HK 啊！我想問可唔可以一陣調一調位？我驚我半邊。喂，上翻行人路啦！呢個係九巴姐姐啊！唔係，上翻行呢個九巴姐姐啊！因為呢個好容易斷㗎。妖，有紅燈㗎！我哋10分鐘。呢個係我嘅願望。超車！喂，超唔到啦，大佬轉得咗紅燈啊，超唔到啊！而佢可以摸到架紅巴嚇？唔使啦。我驚啊！我哋2車都俾我轉到。超到！而家係咪陽光群島啊？我嘅願望好簡單。超車4304超4304壞車，點解咧？我嘅願望好簡單。壞車邊個同意超4304嘅舉手？以及澳門的我嘅願望好簡單。唔舉手嘅唔係8名，大概舉手嘅全部都係同性戀啫。就是位於9個號梯的舉手嘅全部都係同性戀。建築物以傳統中國式的放低手流線外形與好似老師咁啊！中庭3間喂，呢個紅綠燈等咁耐㗎？係咯，天馬呢個紅綠燈出名耐喎，呢個地方。快啲快啲，卡佬揸快啲，我有架鐵甲喎。係啊，卡佬揸快啲，鐵甲喎。HK1啊，卡佬揸快啲，大佬入去咗喺谷嗰邊啦喎。快啲！我哋揸咁慢做乜嘢咋？好嘢兜咗個圈。準備要上高速啊！小哥你喺前面啊！我見唔到啊！喺個西九龍上緊西
隧，我見到個4304啊喺架蛋嘅前面啊。落成嘅中港城，憑住獨特嘅金色幕牆，一度唔好咁大聲啊！世界紀錄。入面嘅中國客運碼頭提供往返香港同廣東省及澳門嘅跨境渡輪服務，距離中港城大約5分鐘嘅路程，就係位於西九文化區嘅戲曲中心。建築物以傳統中國海燈為概念，你可以喺呢度。其他人見我哋，哇車頭點解黐咗咁多手機嘢？買去華強北啊！我要買去華強北全部賣維威5000，隔離衝出馬路維威5000俾我5萬。呢兩架警車係咪護送我哋㗎？一定係啦，100啊！我嘅願望好簡單。我要買去深水埗。我係的士佬，真係好快喎！我要買去深水埗啊！我見到前面啊！係。咁多個要買去深水埗啊！買去華強北定深水埗好啲啊？華強北。下次開因為人民幣啊，比下次開個 HK3，建議兜屯門、大埔、尖沙咀碼頭開。嗱，下次唔該機場服務。哇！不如經荃錦公路 AK47叫咗，不如經荃錦公路錦田公路 A 字頭 Airport 嗰個愛馬係咪？然後 K 咧就代表香港啱開放，所以 AK47。非常完美，我強烈建議開 AK47呢條。不如 AHK47啊 ，Air Hong Kong 嘛。47喎，全排清嘅6我嘅願望好簡單。 AP Hong Kong 啊 ，Airport Hong Kong 47。HK3啊，要行荃錦公路啊。AK47啊嘛 ，AK47 上荃錦公路。咩啊？下次應該行西貢嗰邊啊嘛，頂到你哋全部爆頭位5000，荃錦公路唔係咁好咩？西貢好啲。荃錦公路要揾啲單層巴士拖。唔一定啊，E6M 啊嘛。係 E6M， 仲有謝短號係。講起謝短號我就要犧牲啲11點3米嘅。等。啊！我話説今日我就去咗39MAH18，然後我見到藍田冇帶嗌咗，我謝短號你老同你簡直係正廢墟。係喎，我咧睇230R 啊！我咧啱啱睇 WhatsApp group 有人話咧，有人衝出馬路影39M ASU18罰錢啊！我有份啊！你出咗去啊？我俾人拉出去啊！即係你係無辜嘅喎，你係俾啲人拉出去嘅喎。係啊，我拉出去嘅真係。我當時補習不在場。妖，眨下個眼就冇見咗啦！即係好彩我快啲走人咋，如果唔係死硬啊真係。眨一下眼，那輛車都不知道去哪裡了。我就係想調位搞。哇，咁快去青衣！話超到嗰個超到嗱，佢禁佢有18層地獄嗰個。什麼佢冇得寫啦？我冇得寫青衣嘅什麼我冇得寫啊！下一站係佐敦道高鐵站。高鐵站。我就係嗰個鬼佬影我哋巴士。喂，大佬咩事啊？隨風飄嚟啊嘛！好靚喎呢度，好靚。唔知喺出面我寫咗啲咩？下一站係佐敦道高鐵站。唔搞埋個請緊握扶手咯。順便採用大型公路橋和我哋19分鐘啊！19分鐘啊！在高鐵西九龍站對面的文華新村，又稱為我邊個部機熄咗啊？係咁㗎，39M 都係咁這座大樓的高層部分都用了廢材的設計。影石360啊！ The high-speed railway tunnel station is the world's largest underground railway station, featuring extensive glass curtain walls and 死啦！人哋架車已經上咗高速啦。上咗啦，可能。
重點追啊！一係就叫，一係就落去，一係就有啲，一係就有幾個極端方法。第一個極端方法就係有隻曱甴爬喺嗰架天梯430個喉管度搞到 ACC。唔係，揾個殺人犯，揾個殺人犯巴士咪叫個黑鐵佬啦，叫個司機同架車做愛，叫個卡佬揸快啲。九龍站係世界最大型地下鐵路站，採用大型玻璃幕牆。喂，追到！超你哋車！攞隻曱甴爬落你哋架車，坐正氣！A44，坐正氣！超你哋嘅車！坐正氣，小朋友！坐正氣，小朋友！坐正氣！喂，司機啊！攞開陣 ，Jenny， 坐正氣，小朋友！坐正氣，坐正氣，坐正氣，坐正氣！停乜嘢啊？停落你同你碌柒！黃大仙姑啦！人哋都要上高速啊！快啲啦！光頭好病啊！姐姐拿住媽咪俾鼻鼾，姐姐拿住媽咪俾鼻鼾，司機把我可以叫我。咪上到大橋可唔可以叫我？我就係問咗佢。喂，追到！後秒不好，一後秒不好，追！好簡單，就係要咁。你寫咩啊？你寫咗咩啊？坐直梯，小朋友。我好震！願望好簡單。個司機就係識得碌車，我想講。美力中心。有個馬連同埋前面有個紅色嘅開房。飛啊！我有飛得更加有尾擺到而整街打死我！飛咗！上高速！人哋嗰班係第一班，個司機係唔會超過第一班嘅，一定係等翻返去先嘅。我哋嗌100聲，個司機都係唔會超車㗎。你唔好為難司機啦！咁你又為難？喂，呢個喂呀，俾少少油都唔得，超車嘅係驚，唔超車嘅係同性戀，陣間俾人上向人事部6樓調查，唔超車嘅係同性戀，睇到未啊？電單車都快過你啦，係咯，電單車都快過你，電雞都快過你啊嘛，係咯，電雞都快過你，頂你有嚟啊架電雞，喂，加油啊，加油！唔超車！
哋超一次車啦，之後再被架車反超，起碼超一次車都好啊！你超咗1毫反超啊！超咗唔係啦，點樣變到都好啊！卡佬咩事啊？司機唔變道喎，因為要行嗰度喎。係啊，就係啦，四路巴士，你成班都快過你啊！我成班都快過你啊！頂你，成班都快過你，成班有希望追到喎，冇希望喎。乘機追到，乘機。喂，後面成巴士喺度追緊啊！喂，6498222，喂，自騰啊！喂，自騰啊！喂，自騰啊！叮！哇，電車都有。加油，卡佬！加油！啊，唔係喎，隔離嗰條線行唔到㗎。靚廠！喂，走啦麗廠！喂，麗廠啦！喂，法老貓號啊！法老貓號！一堆雞乸！我之前影嘅車喺原來來喺呢度。好靚啊！呢度好多雞乸喎。係啊，請你食雞哇！前面做乜叫啊？鳩啊！菜仔真啊！菜仔小朋友嚟㗎？菜仔嚇？你自己嚟㗎？啊！菜仔，喂，前面做乜撚啊？撞車！佢哋3部撞車啦，佢哋真係慘！1、2、3、4，4部車到全成條塞晒，塞晒！哇！呢條路好靚，你哋塞晒啦！呢條路好靚啊！好靚！哇，車路嚟嘅，因為要紅啦，喺高速地方。唔係啊，呢條路真係勁靚咯！我想講，要紅啦喺高速。呢條路上斜嘅勁靚咯！哇！果然係 man 啊 ，man 都快過我哋啊 ，man 都快過我哋，男人快過我哋啊！係啊，好靚喎呢度，係啊，呢度好靚，我啱啱仲話今日會落雨喎，落你老豆啊！落雨，房子多了點，越來越好，房子多了點花小了。我幾擔心呢架機成日喺度跌啊！唔係，放心啦，下日又貼咗最新一嘅海船㗎，好靚喎！青衣，喂，入天富撈筍啊喂，入青衣，入馬灣，入到喺馬灣之前超過佢。入青衣，入青沙，喺馬灣之前超過佢。青沙喺青松觀度喎，喺翠屏喎，行汀九橋啦。師傅冇咁好氣要服侍你啊！都冇咁好氣試你條人服你。邊度貨車都快過我哋，火車都快過我哋，頂你！青衣，拍咗幾耐啊部手機哇？32分鐘。請讓巴士，前面嗰個巴士請你讓我哋。請讓巴士啊，知唔知啊？讓巴士。請讓我哋。請讓797前面都係請讓巴士喎，請讓7927。請讓7927，請讓6927。請讓691啊，唔係7天啊，69420啊，69420。邊個同你司機超車，然之後加快幾油啊？超車，喂，我去過一開始就係得個40幾公里啊，我想講。咁快就過咗半個鐘啦！咁快過咗半個鐘啦！29分鐘啊！我呢家呢個32分鐘。好大風啊！完全唔使冷氣，好似坐緊熱狗咁樣。冷氣都熄咗啦！新熱狗啊！呢個係新型 KK 原熱狗。喂，邊個跌咗張紙啊？肯定係前面嗰架仆街跌咗。我啱啱就見住架車，我喺
咁垃圾。喺個車底嗰度啊，喺個車底嗰度跌㗎。咁垃圾㗎，佢嗰度俾杯插啦。青衣，亂執杯插。青衣啦，到青衣啦，入南灣隧道喎。下一站南灣隧道。青衣美景花園啊，美景花園。哇！呢個隧道乜鬼隧道啊？南灣隧道咯，美景花園啊，同我認識嗰個南灣隧道唔睇。美景山隧道，美景花園啊，青富苑啊嗰度，青富苑啊。哦，青富苑。長青村，南城灣。隧道，我哋隧道，我哋成隧道，入隧道，我哋成車人過嚟個大水貨車。隧道，青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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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咩啊？我點知啊？我咪跟住你哋笑咯！屌，有糖啊你哋！有糖，800米就可以啦，800米就可以去到元朗。去元朗包你！哇！去元朗好似包你啊！去元朗包屋企。喂，鄭姐姐，你望下呢個人嘅手機。喂，邊個打電話俾個手機？邊個打電話俾個手機慳咗啊？出隧道，出隧道，出隧道，出隧道。哦，出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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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車你去檢查。喂，邊個流血啊？邊個流血噴一啲紙出嚟？喂，邊唔係喎？應該係個女嘅先啱。好似係嘅。睇下有冇啲巴士喺度。女嘅先係咁咯，我覺得係。係喎，係喎，有啲07年嘅巴士咧要賣喎。坐正喺小朋友，冇鳩叫。請問大家冇鳩叫？請問大家冇尊嚴？坐正係冇尊嚴。我見到馬灣啊，如果可以喺機場嗰度兜一圈就好啦。係喎，聽講有 Terminal 2喎。啊？就嚟有啦！坐正係5月27號實施啊！5月27號又整條路線去機場啊？唔係，5月27號有啲路線途經 Terminal 2。Terminal 2？咦？邊個流血啊？哦，係啊。邊個流血啊？喂，呢度有個流寶喎！唔出去啦！坐正係小朋友冇尊嚴。你哋成日都叫係蔡振熙，有冇可能係蔡振熙流嘅血咧？蔡振熙啊，直物流嗰隻直啊，直物流嘅直，直物流啊！大荔灣，我覺得好似有希望超到，又覺得冇希望超。差佬唔知點解唔超嘅？哇！佢杯車真係實到啦。如果巴士可以入去嗰度，會點啊？都幾實下嘅喎，全部飆嚟去咗成幾10分鐘，超到，仲未甩。知不知滿碼飛起啦？繁星已盡，後面有咩快飄移警戒，打聲嗰陣呢個大塵。繁星已盡，微景已碎，狂風再到，打起波，順序有咩快飄移警戒？多想請個只想感到鼻哥大，荒唐外大，萬人澎湃，讚頌我的偉大，投入遊戲界，飄移境界，想請個只想感到鼻哥大，行頭嘅真，見能愉快，你漸變小我強大，誰敢去踩踏？隨風飄移，隨風飄移，走啊！走！司機入中線啦！連媽啦！呢個 B 啦！我諗住個筷子加水泥加毛蟲加混凝土加私人廢氣加鋼鐵濕啊！邊個將手機影出去啊？唔驚
驚嗰啲風，喂跌咗部手機好似，跌咗個手機落去海度就好笑啊！跌咗好似真係，我諗關係揸水西個北，好似真係跌咗部手機落海喎！唔係喎，唔係啊，唔係啊，如果呢條路線開辦嘅話，平均一年就有500部手機跌落海啊！5000部啊，喂5000啊！有5000個人坐咩？超車啊！入馬灣兜一圈就冇事咯。係喎 ，HK2係咪而家有翻第一條即係自己途經青馬大橋嘅路線啊？係啊，即係唔計陸運嗰啲啊。230路就唔係開放嘅。一個標青衣嘅。呢個係法拉獎啊！哇！嗰度帕利灣二手車，瓜子二手車都有，邊度有二手車，邊有三手車。個風大，嗰個貨車個風大到咧，我嘅手咧擺喺呢度直接飛起身。瓜子二手車，瓜子二手車。哎，我見到帕利灣邊度有二手車、三手車賣。我見到瓜子二手車啦。我見到馬灣啊！呢度有二手車。請大家按右手邊。11點，請大家按右手邊。帕利灣。11.3米嘅單仔，11.3米嘅單仔同本身嘅單仔有乜分別？個引擎有乜分別㗎？把車好正㗎！呢架車把車好正。歡迎光臨馬灣。歡迎光臨。希望大橋。唔係啊！我希望咧我希望就係咧喺嗰度，我哋啱啱喺嗰度過嚟咧，唔係三車相撞嘅咩？我希望咧再停。塞咗車啊！俾警察封路㗎。係啊。會行兩次。希望再室內少少，我哋又可以傾多陣。睇清楚前。我有地電話內存會爆㗎。哇！先爆咗先再講。先爆路邊啦 ，Money 啊啦你啦 ，Money 啊啦路邊啦，來呀我預備先爆路邊啦 ，Money 啊啦路邊啦，我日古爆路邊啦，來預備服務預備。去！請大家望下你哋前方，帕利灣、馬灣。對住我哋呢部車去。所有其他車輛，難道我哋咁大架巴士全世界，而係針對在座各位都需要選放路邊咯？佢會都有鬼用啊！又冇站咪係咯？打車啊！都係個圈又唔停站，入完路。你話雖然兜一圈，但係你起碼兜嗰一圈都可以嘛？但係你嗰一圈起碼都有站，或者你直接去機場啦。喂，有人影，向咗佢哋仆街佢，向上，馬灣巴士迷。哇，佢喎，好出名㗎喎。咁快走？帕利灣唔俾停站啊！喂，唔係啊嘛，真係兜一圈就走喎。都話黐線呢個圈啊！你唔識睇啊？黐線就係呢個圈咋，有冇搞錯啊？你都夠俾咗29年有呢個圈喎，9分咁孤寒㗎。咁貴強要都孤寒嘅58蚊啊！下次再坐。我後面有230啊。蚊嘅享受。之前啊，遠啲，我仲記得我以前喺呢度玩過。之前啊，遠啲，媽咪飛航，世界吧，大東北是我的家鄉。嗰度有啲，喂，有兩架鐵甲喎！我望到，兩架鐵甲喎！我見到有兩架鐵甲喎！大東北是我的吉吉。大東北是我的家鄉。你而家先嚟講。有嘢來伴我坐。但願勿許我，有冇邊啲人係識唱啲歌㗎？再見有時。我哋一齊唱到唱到前面車。
黐兩線我唔撚想同你咁樣。哇，有啲嘅。超車，應該超唔揾到㗎啦，放心啦，超到喎，我係同性戀，超唔到啊，真係。記住你講嘅嘢，喂3，請記住你說的，得手嘅都係同性戀者，請記住你現在說的話。超到我話你成世人都同性戀。我相信咧，肯定有好多煲車肯喺度。160巴，好多煲車會飛嘅咩？你冇同我講有啲手機甩下，然之後飛咗出去喎。哇！頭先先有一個喺對面跌咗落街，真㗎？即係有碌長棍呢度，長棍係即係拍片伸出去嗰啲啊！真㗎，成碌棍跌落。咁手機有冇跌啊？有啊，一齊跌落海。咁前面嗰架車係咪喺度？係咁啊！雞跳啊！你呢個係，你睇下吹到我嘅頭髮。嗰個好地中海。我見到前面架車咧，有人將件呢個係39，呢個係39M。我睇下，知唔知先？誒，表達，你將呢個放喺呢度啊！39M 啊！我知啲啦，會睇，打我！仲有811嚟㗎！哇！入青衣啦！我屋企嘅車。入青衣啦！黐到39M，黐過811嚟啦！哇！我見到堅尼地城啊！嚇？我見到堅尼地城，你承包嗰張係咩嚟㗎？811嚟咯！喂，你呢嗰個咧？咁你手上面呢個咧？哦，我哋揸住啊！小心俾風吹啊！喂！小心俾風吹啊！小心俾風吹啊！仆街！黐得9度，手條三塔斜啦，16倍。汀九橋。黐到啦！哇！我哋而家去青衣、荃灣及沙田啊！呢架車去唔到咁遠。所以我哋而家，我今日有同小紅車長合照啊！咩啊？你坐咗邊架車啊？我36M 啊，18啊！咩嚟㗎？嚇！你小紅車長佢有去追啊？哇！我哋都係唔撚好啦，都係黐啦！往地盤。黐！青衣冇站啊，淨係又係兜一個圈啫。停長安巴士總站。汀九橋。幾時可以停青衣巴士啊？建議喺汀九橋度整一個汀九橋巴士轉乘站。汀九橋轉車站。大欖隧道巴士轉乘站。哇！汀九橋。橋底。可以摸到佢啊！嗱，呢一條路線唔係 HK2，而係36M，但係呢稅收咗20幾蚊，下次收200蚊，226蚊。哇！226蚊。嗰度就係。攞你個歐四出嚟過低排。嗰度。青衣16。好耐喺呢度。青衣18。我咁少煲車就知。Dangerous！哇，咩嚟㗎？香港水泥，我拿筷子加水泥，我拿筷子加水泥加那個毛毛蟲加那個鯊魚牛逼，鯊魚，再加那個頂級鋼鐵塞進你嘴裡，哎呦你媽的嘴，你爸的嘴裡，你大爺的嘴裡。長安村啦喎，長安村啦！喂，點解竟然吹咗個泡出去啊？點解唔停長安村嘅？咪黐線㗎！成間長安村㗎嘛？點解唔？長安村分段收費，直接俾8蚊。係啊，
直接俾8蚊，然之後嗰啲巴士咪就可以辦。因為我八達通咧，到咗長安村之後啊，揾到啦，俾8蚊。唔係，我知道啦。服務青衣居民村市區。服務青衣居民村市區嘅一啲都唔舒服，我唔要。服務青衣居民出九龍尖沙咀，坐呢個 HK2就可以啦。但係咧，喺青衣冇條站。喂，已經過咗啦喎，仲守條，仲汀九橋，點解唔訂青衣嘅？訂青衣啦，長安村啊！邊個嘅手機黑咗啊？哇，變咗呢個啦！邊個手機黑咗？邊個嘅手機黑咗變咗呢個啊？我等佢幫你整翻嗰個啊！你個。我見到好多手機都一齊過緊呢條橋啊！怎麼了哭了？真還很大幹嘛？人生那麼不能放過你我記得，你是那個陽光彩虹小白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滴。哎呦，人生那能不能放過這一程？人生那能不能放過這一程？余俊南屋企啊，余俊南啊！喂呀，你唔好講阿峰佢得唔得啊？阿峰屋企啊，你確定佛母係阿峰屋企？佢仲喺嗰度㗎。阿峰喺嗰度啊！那能不能放過這一程？大江大海真大海，少了聖潔穿着海。大江大海揚大海，大江大海真大海。大江大海江大海，少了聖潔的穿着海。不會打工小打工，阿哥打板你沙板。大江大海江大海，少了聖潔的穿着海。一再汀九橋喎。不會打工小打工，阿哥沙板你沙板。喂，大佬提清喎！啦啦咧啦咧啦啦，啦啦咧啦咧啦啦，啦啦咧啦咧啦。喂 ，hello 又再見啦 Hello 又再見面啦 ！Hello 又再見面啦！坐直氣，又再見面啦！坐直氣，坐直氣，我嘅願望好簡單。坐直氣，繼續超車，坐直氣，超車9分鐘，我嘅願望好簡單。坐直氣，超車，坐直氣，坐直小朋友，直啲，坐直氣。坐起起小朋友，邊個又拍片拍到成個手機呢腳咗啊？喂，邊個嘅手機拍到冇擊啊？係咪啊？唔好種族歧視啦，唔應該咯。邊個嘅手機拍到冇電啊？冇啊，邊架？呢個。藍色手機。咦，什麼都你電量不足，剩餘20%二選片。未，即係你個熒幕係20%咧，仲有得拍。關閉。影片。好嘢喎！我嘅願望好簡單。冇事喎，簡單啦，要我難啲啦。香港最大巴士公司陽光群島，我巴士又嚟？唔係嘛？香港最大巴士公司。這個大嶼山巴士。這個酒吧也是閒着沒事，重複播的這個陽光巴士。一定都成績飽飯冇嘢做㗎啦。全港最大巴士公司，全港最大嘅巴士公司。荔灣客運。你喺度挑引緊九巴喎。香港最大巴士公司沙洲公交。最大嘅咩黃巴士？港鐵巴士。香港最大巴士公司。陽光巴士。寶寶巴士。香港最大巴士公司。寶寶巴士。今天開始我要自己上廁所。太可惡啦！如果點解呢度唔係㗎 Q 春啊？跳唔到㗎啦！支持中國爆炸！M 春
衝啊！係咯 Q 唔到。我想 Q 我哋差唔多喎。東涌線 Q，全港最大巴士，東涌線 Q 青有全港牌最啦。大巴士公司，爆巴士，全港最大巴士公司， TR 7977927，全港最大巴士公司， TR 7927，全港最大巴士公司，東莞公交，哇，double Q，double L，全港最大巴士，全香港最大嘅巴士公司，環保運輸。嚇，亡命運輸啦我識咗係創辦人㗎。 ，OFF 巴士公司全香。港最大公司，警察，全香港最大嘅巴士公司，偉大的金正恩嘅創辦嘅巴士公司，金巴，金巴啊，金正恩民族的太陽，金巴，我哋金巴咯，個海望唔落嚟，就係霍金。這個海報不下來就是霍金。喂，但我吹有吹窿嘅，點解可以？全港最大巴士公司，吹有吹窿嘅，點解可以去到？全港最大巴士公司，陽光巴士公司，全港最大巴士公司，天地集團，全港最細巴士公司，九巴，最好唔好俾九巴，最好唔好俾梁新昌嗰個唔知雷邊個嘅最大巴士公司，羅志忠巴士86X 線由綠地鎮開往布達里，全港最細巴士公司，途經天貝轉車站，南區醫院、福山，九巴總部喺邊度？南涌轉車站，喂，九巴總部，講九巴總部，喺屯門㗎，九巴總部係屯門，九巴總部係食風氣啊！係喺屯門青山醫院㗎，係啊，喺屯門㗎，唔好意思，巴士入唔到青松觀㗎。入唔到通800X咯，你去健身咪得，喂，6.02分啊！你去健身村咪得咯，健身村。幾點啊？而家6.02分51。哦，我哋拍咗係記51分鐘啊！我成日去屯門㗎。呢個手機係咪你㗎？呢個手機係黑人㗎。呢個手機係咪你㗎？係啊。我同你相差1秒㗎。呢部手機，我拍片嘅呢個手機係朱古力嚟㗎。邊個偷食咗朱古力？邊個電話偷食咗朱古力㗎？邊個食咗屎味？我有冇睇嗰個誰偷吃了我的火龍果？誰偷吃了我的巧克力？香港最大巴士公司，寶巴士，係你冇用啊！那你手上拿的是什麼？打邊人，巧克力啊！北韓請南韓食雞，我請你食美食雞鴨，呢個係咪狗啊？寶巴士，你啱啱想講咩啊？香港最大巴士公司，寶巴士，全港喂，我5106最容易壞車嘅車係雙巴車行成巴士10分鐘。加士居壞車，前面嗰個壞車，超車啊！我要西港人短時間看香港不同，長時間看香港一樣。HK3由香港西九龍站開過去北韓平壤，空中巴士啊！途經中國北京、中國上海、日本東京、俄羅斯莫斯科、德國柏林、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全球遊啊，好犀利啊！再途經中國澳門前往北韓平壤。係咪仲要係開篷巴士啊？係啊，最多收200蚊就可以出國啦。最多5000蚊，前往金正恩大廈，前往金正恩巴士總站。民族的太陽喺太陽咧。哦，11 and it's my dynasty。而家唔係納粹時期啦，可以隨便唱。是啊。我係希特拉，就算納粹德國淨係得自己嘅領土都可以生存落去，但係我覺得打仗好好玩，我要打爆巴黎、蘇聯、
睇到。仲有丹麥啊，丹麥挪威啊，挪威我都唔得，捷克斯洛伐克，我真係覺得好玩啫。呢啲先係攞嚟。點解同第啊 Andy 咧，即使冇我列寧，我嘅主意都可以變成蘇聯主義。佢哋兩個，睇嚟呢架 MX-5 同埋前面嗰架 Honda CVT-R 應該都係個飆車黨。我今日先見到小紅嚟啊！佢今日搭到 P3呢啲同架黐埋一齊。我同佢合咗照片啊！好似退役嘅，風車好似。今日36M 我有影。我冇啊！咁快就到呢度，真係好快啊！哇 ！HKEX 其實根本咧，聽日風車唔夠坐㗎係。如果今晚有人有咧，就係代表聽日仲行；如果今晚冇人有，風車係咁，我就唔係咁多，但係應該行全日36M。你截咗圖啊？唔知啊。喂，大佬而家行緊去邊啊？而家係咪去緊博力㗎？去緊博嘅。唔係，其實呢條路線我覺得咧根本就唔好玩，唔係根本就唔夠好玩，太短啦。全新開篷巴士 AK47帶你旅遊啊！我覺得唔係啊，我覺得HK3咧最多。一中年好聲音都冇個。蘇聯好聲音。蘇聯好聲音啊！蘇維埃聯合共和國 I like this。蘇維埃民主共和國啊！你啱啱講咩啊？李車長，你啱啱講咩啊？蘇咩啊？蘇維埃聯合共和國。蘇維偉。蘇州啊！蘇州市。我就話你個蘇華偉添。華為要話華為手機世界第一。但係佢都教我小心點啊！ OPPO A5 啊，先至會爆炸。我都有喎。爆炸傷咗嗰個炸傷了那個遊戲主播的眼睛啊！炸傷了格調。嗱，我要玩 CSGO，我哋呢度咁高，我已經聞到生果味啦，真係啊！我諗啊，唔係真係屎味嚟嘅喎，你真係唔係生果味啊，係屎味啊！屎味朱古力同朱古力屎味，你揀邊個？ 2級歷史建築3級片。唔該。哇！前面嗰班人全部黑人嚟㗎咯，咩呢句佢哋啊？我有個人摸自己嘅頭髮。坐正氣小朋友，冇尊嚴，坐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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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屋企，坐正氣冇尊嚴，坐正氣冇尊嚴。都油麻地警。我聽人哋話咧，你坐正氣條欄就俾人切咗，坐正氣冇尊嚴，坐正氣冇尊嚴。我咧聽到咧，坐正氣冇尊嚴，坐正氣冇尊嚴。我聽人哋講話咧，李文謙會嚟坐正氣冇尊嚴。咩啊？坐正氣冇尊嚴。我聽人哋話李文謙會嚟喎，結果都係冇嚟啫。李文謙去咗48啊！我有佢 WhatsApp 91006486。坐正氣冇尊嚴。影完。喂，紅燈喎！玩完。喂，有人落車嘅。邊個行邊落車啊？就嚟到啦，應該。你幫我睇下得唔得？依家到咗倒數手邊個啊！票冇。超度！哇！成功。成功坐正氣，坐正氣，坐正氣。成功燒車。喂，師傅，加油！早晨，蒸魚蛋冇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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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正氣，小心手機跌落地啊！小心手機跌落去啊！跌咗落去9萬唔賠錢啊！哇！有人仲用 iPhone 17 Air 啊，真係一啲都唔心痛自己嘅手機。小心你部手機跌咗落地下，蒸魚蛋！坐正氣，蝕咗啦！
Evolution，我操！我被树叶指菜了，我被蘇聯制裁啊！我被樹葉制裁咗隻手啊！之前喺43蚊行妖咁快到，人就啱啊！坐正氣，咁快到其實根本就唔好玩。係嘅。坐正氣，坐正氣，坐正氣。該收成章魚蛋，坐正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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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到啲樹葉啊！我摸到啲樹葉啊！真㗎！坐正氣，我掉俾人，我呢個幫我。坐正氣，攞出嚟啊嘛！蚊到啊！蚊到，蚊。我唔敢摸啊，大佬。坐正氣。摸唔摸到啊？摸到，唔撚咁摸唔摸到啊？我走啦鹽啊！章魚蛋冇章鹽，臭魚蛋冇專鹽。我想講呢個車程仲短過 HK1咯，好冇？擺明就係啦，快線入，所以收費咁貴。兜九龍都要兜一個鐘頭10分鐘，好似我哋都出區啦，先係1個鐘。我哋好似流水線咁樣嘅 HK1，流水線 HK2啊，HK2即係搭快線咯。唔係 HK3啊。章魚蛋冇章鹽，坐正氣冇專業，坐正氣，坐正氣。超車98 HK2，坐正氣，坐正氣。咩98 HK2啊98 HK2又98人班，我聽到98嘅。98A 啊！你哋翻到入邊就有最大地下車站，咁都要講啊！你咁巴閉咩？你估高鐵站好巴閉咩？爆炸品，咁梗係要去日本整個東京輕鐵啦！去日本做咩啊？飲生蚝啊！去日本飲核污水，食核經過核污水處理嘅。如果我聽講日本啊嘛，如果我去咗日本嘅話，我會請街市菜苗飲核污水，我都會請嗰班日本人食2粒2次元，唔係請話要去影車喎，請日本人食屎。知唔一影車好街市蛋1蚊1斤，知唔知街市菜苗啊？高市菜苗啊！高市早苗，你知唔知？街市屎苗，街市菜苗啊！街市屌苗，街市屌毛，街市咩啊？係街市早苗。哇！爹哋我將連同父母都叫係唔經濟，我就真係以為我以為由正一出頭。喂，街市早苗對戰侵侵啊！邊個拍片拍到個手機關咗機啊？有2部手機拍到成個 Lego 咁啊！有邊位部手機拍到我好掟啊！係香片大法好。每物到，好想聽下鐵甲嘅聲音啊！咁梗係攞去做低排放啦，係咪先？隔開鋪。哇！邊個鳩叫啊？邊個鳩叫啊？有警察喺度都咁唔該，哦！超車，超車，超車，帶佢哋上超車，超車，坐直氣，章魚蛋冇章鹽，章魚蛋，警察好似口頭警告啫喎！超車，坐直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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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係有嘢。我爆人全名啊！咁快就玩完，天都未黑。可以玩52，你咪搭緊多一轉咯。3年大步，坐直氣，冇幾點啊？而家請問114， 114，咁即係九龍站嗰班第2班車應該要開啦。第3班係嘛？第4啊，第5啊。哇 ！HK1啊，死對頭，死對頭啊，死黨啊！佢哋唔係好兄弟嚟嘅咩？點解變咗死黨嘅？佢哋拉拉，佢哋係嗱。如果 HK2開辦咗，我就會揀搭 HK2，唔搭 HK1，因為 HK2可以俾公路，HK1係流水線。喂，有人話我覺得 HK3遲早應該2026年12月尾開咯。澳洲環尖沙咀啦，玩聖誕燈啦。係喎，邊個建議HK3邊度去邊度啊？我 HK3 啦，AK47啦。
冇啊 ，HK3 最原始，尖沙咀碼頭。 HK3 開到直接開到 HK10，高鐵西九龍站去大埔。方便你翻屋企啊嘛。蔡正熙，高鐵西九龍站去機場。高鐵西九龍站翻大埔坐271咪得咯。高鐵西九龍就翻大埔雲福苑啊。 W3個。喂，雲福苑已經好慘噶啦喎！我大佬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講啊？係咯，雲福苑已經好慘噶啦。我一打死你啊！佢講先啊！我從來前車嗰啲人講嘅。姨媽。 Emotion of damage，我拿筷子。喂，你睇下佢假綁安全帶啊！你企起身睇下，佢假綁安全帶啊666。Holy shit！警車嚟啦！撞死佢！乜阿 Sir 咁急要去西九嗰度，出去其他地方嗰度同女朋友約會？護航啊！話邊個嘅手機又跌咗啊？第4次咯，好似。第 N 次啦！呢個人嘅手機跌咗第 N 次啦！喂，大佬第67次啊！唔係第67次啊，係啊。67啊！ 6-7你做到幾啊911限970喎。 705SB 借得佢死啊！有冇？呢個6-7嘅個人又幾好啊！6-7好前架車好似飛咗上去喎。最好就兜埋西隧。Ford Mustang 有4304都到咗，仲係喎，短彈算唔算係借短途咧？唔算。因為佢都有10.6米啊嘛。好短。如果藍田冇